时机有加，时机出去吧。这真是不容易呀，早传奇。请方大爷吕布小姐啊，是啊，小姐是神府千金，也算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就是此小万状告你家小姐，生我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啊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师错了。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娃娃没有讲完呢。表弟，请。不知表弟何时到此？今日才到。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举母大人在家，可康健否？托付穷尽。彩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，不用了。那点心去。谁来用当早日吃饱了？哎呀，母亲啊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常言道，千朵桃花一时啊开，此情一杯好快啊开。何况我身家身虽方家恩，怎能够关若相逢情啊你归？君子愁应不随从，难怪表弟我们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河南，青梅竹马两无猜，举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对更比是母爱。自从我家前襄阳，地家暖薄少往来，平时爹娘常道起，举母娘的恩德难忘怀，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心痛十余载，今日难得表弟到，为若团聚重相会，实在家母应
归呀。姑娘胸桥要的好，身背有比就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难救虑，表弟莫用多理睬。表弟你不用千里到襄阳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回？我母亲啥也不当事，与其亲在离呀来陪啊。小弟离家就出山，昨夜已是腊梅开，有此才华是母年，10夜一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说有子离家已10句，你莫说舅母娘月年盼儿归。陪我禀明老弟弟，娶媳娶母襄阳来。哦，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尽读书，谈等来年父成为呀。表弟呀，我母亲年迈难援引，有否曾经不便来，一片好心的牢记，且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啊，堂上为我弟弟在，难道你不去慰慰？表弟你不必而应匆匆去，弟弟怎不言来？表弟呀，能否求留弟儿远，把驸马送你回呀？表弟是只人想得刘芳清，他怎知我男儿立志难更改。表弟呀，我文堂缺少英门中，家里有无是女儿才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横无丧子难飞归。今日师弟离去，他年否进来请才。但老表弟向故地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这里要归，预计也不便强留。彩弟，你去取银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，先走路上应用。是，且慢，小弟有言在先，不就臣妇吩咐。小姐，方大爷一不愿请我家老爷，二不随我家名字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表弟他立志不随本分明，空谁怎能把家归？想起了方家一说，怎知他在我
既然表弟不随我家分文，那如今又把关点信送与表弟路上冲击，臣妇之物万难令人。这是如今与表弟准备的上元糕啊！好口才，好口才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使小弟心领了。这是如今托表弟送去去母娘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曾见如今一片小心吗？是此小弟真名啊！翠萍，你被方大爷再次捎带，我去上元糕嘞。哎，小姐，去上元糕，我用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。翠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啊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几时嘞？方大爷，他不随神父一分银子，这便是20好啊！方大爷，你此去河南路途遥远，你空手而归是死的。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。哎，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口袋领赏带来的，你不随。岂非把我当作老夫人一样了吗？请问他的姓名？我是小媳妇中幸福的，查问我名叫翠萍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。不见丫头小彩萍，今日回首大金，刻骨铭心过往。
一定要上手奉替曲母娘，曲母娘牵了这到底，她停止于己一片心。好了。哎呀，表诉去问天，北风起你要早说点感情深，两鬓不苦多坎坷，你要记起嘴，快快言，你莫为己来送苦，上用到千万要女千叮咛万叮嘱，千叮万嘱了流程。难道是这糕点乃是林子先炒煮？难道是吃了会变长生不老的老寿娃心？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比陈官爹，我本当我真名大为人娘亲，只怕丢失在中途，岂不是么有有表姐一片心？大爷抬头不看来，莫非对娘少小心？彩屏皮子多伶俐，使得我们也快无言难出声。请表弟多心生理财，他那指点心事终于定心。表弟呀，语气叮咛不必，望表弟上用到千万要女人。小姐，方大爷早就记下了。表弟，因我今日分别